食花食籽，作者洪明道。一日，伊手藏入去落地仔内，啉来啉去，啉无半个晕角啊！阿母逐礼拜会互伊一张台票，100块做所费。奇怪，是安怎较册都无？敢是袂记得早？伊册包抄，鉛笔盒仔嘛抄，就是抄无1仙5厘。伊歹势甲人借，只好阁邀一节课。台顶老师讲到喙角全破，伊头壳内拢咧想食的，无法度注神听老师讲话。伊坐伫遐，两蕊目睭看位窗仔门外口去，迎着墙仔边规排画仙丹。